新竹县市要争取合并，正做是第7都。新竹市长林志坚昨有和民进党内高层沟通，希望立法院会当修法。不过，这款的想法，民众所是有无同款的意见。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新竹县市原本就是共一个生活圈，性格也是真侪人的期待。不过，就因为卡伫咧人口数无到125万人。 已经拜会立法院总召夸建明，希望透过修法来解套。既然县市有高度的共识，那么我们也找到了方法。那现在应该分进合集，然后去寻求更多的支持。对县市合并，而且升价伫遐市，民众嘛拢有家己的看法。对新竹县来说的话，在补助上面可能就会提升一点。那对于新竹县的建设方面什么的也都会好一点。就变第7都啊，然后经费又会变多，所以应该建设那些应该也会变得比较好。千万反对到底，要新竹跟先各自为政。最主要的考量就是觉得，如果新竹县市没有合并，我们的发展一定会受限哦。那站在对城市的建设或者是城市的未来，我觉得我应该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倡议。目前明年新竹市长选举有可能会参加的人选包括立法院到国民党立委林维洲、郑正乾、民众党高虹安、时代力量邱显智，另外国民党新竹市议员林根仁、民进党议员李延辉、前议员郑鸿辉某议员。新竹若是真正修法升做第7个直辖市，搁寻求连任的新竹县长杨文科，以及连任2年的新竹市长林志坚，袂使继续参选，对明年市长选举的布局会产生真大的变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